大家请把书啊翻到第4页啊。今天咱们从头开始复习，先复习集合的概念。这个集合呀，是指某些指定的对象集合在一起呢，就成为一个集合。其中每一个对象叫元素啊。需要注意的是，集合与集合的元素是2个不同的概念啊。我讲过多少次了，并且集合中的元素电脑还我。具有什么呀？具有确定性、互异性和无序性啊。集合的分类呢，有这个有限集、无限集、空集3种。集合的概念比较简单，高考时呢题型也很单一，大家就简单复习，多做几道题就行了啊。接下来我们讲讲函数。首先呀，我们复习一下这个函数的基本概念。干嘛？你说呢？干嘛？你有事儿吗？把我电脑还给我！老师好。需要帮忙吗？